老陈都已经交代了，你在这里还不说实话？他交代了，他交代什么了？他交代是他的事儿，我真没有找过他。你拉拢意志薄弱的同志，搞糖衣炮弹来腐蚀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哎呀，我真的没有找过他，他是诬陷我。诬陷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这是什么？是你送给他的吧？点心能说明什么问题？我干嘛要送给他点心啊？苏贤同志，老陈什么都交代了，我不叫你去居委会是给你留面子。你要是不要脸，我把老陈叫来，当面说清楚。妈，王大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是啊，芝，好久没见你回来了，今天怎么回来了呢？你们在这吵什么呢？这里没你事儿，你别管。是，我刚才跟你妈说点事儿，那我先走了啊。哎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你们在这大吵大叫的。没什么，就跟你妈吵了2句，我先走了。王大妈，有什么事儿还瞒着我吗？你还不相信我？你跟你女儿说吧。你说吧。王大妈，你说吧。还是你跟她说吧。爱说不说。我就死看不上你这个样子。我就这样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事情啊是这样的，你看，这是一封香港寄过来的信，写着你们家照相馆的名字，还有你们家的门牌号，没错吧？没错。你妈说呢，这封信不是寄给她的，也是，收信人是白梦之，我想可能是记错了。可你妈倒好，去找我办公室的老陈，又是给人家送点心，又是什么的，非让人家把这封信偷出来给他。还好，老陈的觉悟比较高，向组织汇报了这件事情。妈，这封信是写给你的吗？不知道。那你要这封信干什么？别问了，我不知道。你看，我就看他这个德行，我这死不认账，真是我骂他，我真是骂少了我。王大妈，你消消气啊。我呢去邮局了，我本来想把这封信给退回去，邮局的人说这信没法退，没有寄信人地址，是封死信。你有本事退回去啊！你本事不是大得很吗？我没你有本事。你还没有交代清楚，你为什么要偷这封信？偷这封信干什么？这封信是不是写给你的？我不知道，你有本事调查去吧。妈，你别用这种态度。你说，这白梦之到底是谁？我问过你妈了，她说不是她。你去问白梦之啊。你以为我没办法吗？我把信打开看看，我就知道了。拆别人的信是犯法的。邮局的同志都说了，这封信是封死信，还让我把它给扔了。我代表组织看看我犯什么法。我要看看这信里都写了些什么，也能搞清楚你为什么想方设法的要拿到这封信。这封信是不是写给你的？那封信写什么了？妈，那个白梦之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告诉妈，信上都写什么了？我们先不说信的事儿了。妈，我今天回来的目的，是想让你告诉我父亲是谁。这关乎到我的政治前途。我们领导昨天跟我说，我可以申请入党了，我终于有资格可以加入光荣的共产党了，这是我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儿啊！妈，你替我高兴吗？现在唯一的问题是组织上问我的父亲是谁，我没有办法回答。我求求你了，你只要告诉我父亲的姓名就行。
组织上会去调查和了解他是什么人的。刚才你看的那封信，信上写什么了？妈，我这在跟你说我的事儿呢。你要是告诉我信上写什么，我就告诉你爸是谁。妈，你不说，我也不会说的。信上没写几个字。写哪几个字？信上写着：“梦之，对不起你。”完了。还写着：“不说了，怕连累你。”还有呢？落款是梦。还有呢？没有了，就这些。没有地址吗？没有。怎么可能？魏翔是什么意思？真的没有地址。这写信的人他本身就不想让对方回信。梦之，对不起，不说了，怕连累你。梦，妈，你怎么了？这白梦之，你认识呀？哎呦，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说这个白梦之了啊。你应该告诉我，我爸爸是谁了。我们不都是说好了吗？我跟你说信的内容，你就跟我说我爸爸的情况。我没这么说过。妈，你怎么这样？你到底说不说？你到底说不说？你不说，我把这个家都砸了！我要是说出你父亲是谁，你别后悔。你说，他是谁？就是刚才写信的那个人。他有家室，在上海有一家电影公司。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，他举家逃到了香港。蓝梦之是我在他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的名字。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人，叫孟丽。你是个40
小芝，妈，小芝醒了。小芝，小飞啊，你可醒了？你知道你躺几天了吗？现在怎么样？到底出啥事儿了？先别说这么多了，孩子还没恢复呢，先好好休息啊。你们赶紧把医生喊来吧。哎，好，快走。小芝，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？你晕了3天了，我就想知道到底出什么事情了。我没事儿，明天就可以出院了。师傅，看什么呢？没看什么。师傅，你跟你老婆也算是老夫老妻了，还那么神情默默的在后面看她那背影，图你们呀？哎，想甩了我啊？等等我啊！老陈，哎呦，这好长时间没见你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妈说叫你去我家，你也不敢，说你害怕我哥。其实我哥这人还不错。他哪儿不错了？你看我哥对我和他女朋友都挺好的，就是一看见我妈，他立马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尖酸刻薄的。我妈怕过谁，就会真怕了他了。哦，对，你今天怎么来了呢？哦，我哥带他女朋友回乡下了，我和我妈送完我哥就直接过来了。我妈在那儿做饭呢。你哥走了？他没让你妈在城里找个工作？安排了，能不安排吗？是我哥他自己干了2天不干了，说城里没有乡下自在。我看我妈也巴不得呢。我哥刚一说，第2天就从外面走了。就我哥一走，我妈可解放了，走路都带着风声。哎，老陈，你可小心点，小心我妈把气儿都撒你身上。那样的话呢，我就准备把你哥再从乡下请来。这办法太好了。陈老师，有人找。哦。陈老师您好。你不是小芝的爱人吗？你怎么来了？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，他有家室，在上海有一家电影公司。日本人打过来的时候，他举家逃到了香港。白梦之是我在他电影里面的一个角色的名字。你是个私生子。对不起，胡干事。小唐来了吗？他没来。我找他。那我先走了。陈老师，
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啊？我都敲了半天门了，你都不应一声。对不起，我没听到。你坐。我呀是在前面厂子办事儿，我就顺路过来看看。你这儿挺好的呀。对了，你这几天也没上我那儿去啊？谢谢。啊，我生病了，在医院里待了几天。哦。我还说呢，这几天要过去谢你一下，谢谢你把我那2篇稿子都见了报。哎，大家反响怎么样？我们组长看过我的原稿，他说报上登的和我写的完全是2篇文章。哦，我知道，一定又是你在帮我。我呢，是做了一点修改，再呢，就是每个报社呢都有文学编辑，那么每一篇文章呢，它也要进行修改。每个报社呢又有每个报社的气质，那么文学编辑的作用啊，就是要把发表的文章呢修改成他们报社的气质，就是这么简单，你也别多想。陈老师，我心里明白是怎么回事儿。你喝水。哦。小芝，我看你有点情绪不佳呀，怎么了？是有什么烦心事吗？没事儿。没事就好。哦，对了，最近写了什么东西没有啊？哎，给我看看。我最近没写东西。哦，这可不像你的风格。小唐在吗？他还没来呢。好的。你们这儿有图书馆吗？有，还有一个阅览室呢。哦，没事的时候啊，去借2本书。过2天呢，我给你开几本书的书单。怎么了？不爱学习啊？不是。小唐，小唐在吗？他还没来呢。哦，你这还挺热闹的。我们组长啊，人际交往广，找他的人特别多。哦，那你现在有事儿吗？没事儿啊。要不，我们找一个安静的地方，好好的聊一聊。哎，小唐，小唐，啊，你怎么又迟到了？哎呀，你看，车子又坏在路上了，我没说错吧？哎，你也不是我们部门的，我不管这事儿啊。啊，那你老盯着我干嘛？嘿，我吃饱了撑的，我盯着你，是组织部老王找你啊。老王找我，他找我干什么？组织部找你，兴许是好事儿。哼，我不见得是好事儿，没准还是坏事呢。哎，小唐啊，我刚才去你办公室，那小苏好像生什么病了，样子就怪怪的。这个我可不知道啊。哎，不过啊，他前几天啊的确是住院，出了院以后就变成这样了，整天看这个地方发愣啊。我先洗洗手啊。哎，好。小芝，看你的情绪很低落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事儿。肯定有事儿，只是呢，不肯说出来。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公司的老板，你是个私生女。怎么了？为什么哭了？没事儿。太刺眼了！别骗我了，肯定是有事儿的。
我真没事儿。小芝，有什么事儿呢？你告诉陈老师。你连我也信不过了吗？小芝，是谁欺负你了？是你爱人欺负你了？那是不是在单位受了委屈了？你告诉陈老师，陈老师可以去找你们领导。小芝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告诉陈老师。如果你信得过老师呢，就把心里的话说出来，别憋在心里，说出来就会好受一些的，好吗？对不起，陈老师，你没事了。没事就好。没事就好。小芝啊，你一定是在哪里受了委屈，受了委屈呢，就把它说出来，别把它憋在心里，别一个人给担着。我可以跟你分担啊。我没事儿。就你刚才，像是没事的样子吗？都把我给吓着了。对不起，老师。老师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如果你把我当成你的父亲，你就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好吗？还是没有把我当成亲人。回去吧。小芝，告诉我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啊？我知道我父亲是谁了。你妈告诉你听了？我妈说，我爸是个资本家，我是个私生子。是你妈亲口告诉你听的？
说的是气话呢。再说，为什么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呢？我们单位要发展我成为党员，让我说清楚我的出身。我妈她一直不肯说清楚我爸的身份。那天我回家问他，他亲口告诉我的。她叫芝，是我的女儿。我们单位要发展我成为党员，让我说清楚我的出身。聪，我马上要做电影里的女主角了。我爱你，这些话，如果现在不说的话，以后就没有勇气说了。一切可以重新开始。我还是做不到。聪，我不能跟你走了，我离不开吃，我不能丢下他不管。我一直以为我有点恨他，因为他，我才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可是我发现，我是爱他的，我舍不得离开他。你找谁？贤，是我。你是谁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我不认识你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是聪。聪。你到底是谁？我真的是聪。对不起，我不认识你。怎么这么没事情？真的不认识。我怎么才能相信？你这个太近了，会疼吗？拍剧是不会疼的，它只会跟你一辈子，就像在你身上的印戳。
这是我的房间，这是我妈房间。20多年过去了，这儿一点都没变。你怎么突然出现了？居然还活着。那年报道说，日本人轰炸以后，船上没活几个人。我是幸运活下来的其中一个。20多年了，没有任何音讯。我要是晚上见到你，还以为撞鬼了。我坐的船被炸之后，被人救起来了，也不知道是谁，在救护卡上填了陈桥这个名字，或许是周围牺牲朋友的名字吧。我就一直沿用这个名字，直到现在。20多年了。你还好吗？我还好。你呢？我就这样，你都看到了。你在哪儿活着呢？从医院出来，就回了乡下，在乡下务农。你活着为什么不来找我？伤得很重，整个人很可怕，腿也瘸了。我没有勇气见你，所以我就在乡下待着。后来你去哪儿了？我哪儿也没去。看你这副样子，不像是从农村出来。我是才从农村到上海来的。你在哪里上班？我在区域文化宫工作。单位不错，怎么混进去的？那也是个偶然的机会。我们那儿有个社教干部的儿子溺水了，我把他给救了。这孩子经常到我那儿去玩，一来二往的，他就知道我是照相的。说来也巧，正好区工人文化宫需要一个照相的。这个社教干部和他儿子呢，就来找我。就这样，我就来了。那你今天来这儿时，我认识你的女儿。你是说芝？对，我认识她好几个月了。你怎么认识她的？
在一次生产技术大比武上，我看见了他，他就是你的翻版。我今天来，主要是说你女儿的事情。来，别急。哎，小苏啊，那个左主席让你过去一下啊。来。哎呀，小苏，啊，左主席让你去一趟。进来。左主席，你找我？小苏啊，听组织处说啊，下半年有发展新党员的计划，我们可以争取争取。你回去把你父亲的身份搞清楚了没有？这几天我没有抽出时间回家。哎呀，那入党申请书叫得快有什么用啊？关键是你父亲的身份搞清楚了没有？过了这个关，就没有其他的障碍了。这次难得孙副厂长这么支持你呀，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让你母亲说清楚你父亲的情况，啊。去呀，你站在这儿干嘛？快去呀！你爸爸是大中华电影公司的老板，你是个私生女。主席，这党我不入了。说什么？我不入党了。你胡说什么？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这小丫头啊，也不知道什么来路。她写作那水平太差。请问这小苏在吗？啊，她去我们左主席那儿了，你去那边找吧。主席找她干嘛？那我怎么知道？哦。左主席，我没事儿，我现在就回家。问我母亲。你等一下，你不能这样吓唬人。你为什么不入党？你说清楚什么原因？首先，党组织不是你个人想不想加入的问题，而是我们党组织想不想要你的问题，这是个原则问题。你刚才说出不想入党的话，肯定是有什么原因的。为什么？你怎么会产生出不想加入党组织的想法呢？我不是不想入党。那为什么？问你话呢？问你话呢？是我的出身问题。其实，我妈已经跟我说了，我爸是什么人。他怎么说？你不要光不开口，你要如实回答组织的提问。主席，我真的没有资格做一名共产党员。为什么？原因？我出身不好，我妈跟我说，我爸在旧社会是名资本家，我是一个私生女，所以我没有资格入党。一日为师，终
终身为父。主席同志，你什么人？陈老师，你干什么？主席同志，我今天来呢，就是让组织明白，我是小苏的亲生父亲。